各位家長、同學，大家好！相信大家都知道，因惡劣天氣而停課關係，我哋今年嘅散學禮改為線上模式進行。雖然形式變咗，但係大家對呢個學年嘅總結嘅期待依然無減。學校各個老師同埋同學都為呢次線上典禮準備咗好耐，希望大家喜歡。事不宜遲，一齊重溫今年線上散學禮嘅精彩片段。學校一直重視 STEAM 教育嘅發展，以下嘅短片記錄學校喺多年嚟推動 STEAM 教育嘅發展歷程同未來嘅方向，請細心欣賞。大家好，好高興今日可以喺度見到大家。趁住今日散學禮，我想同大家一齊回顧學校多年嚟推動 STEAM 教育嘅一段路。我哋服務嘅係中度智障學生，佢哋嘅學習步伐或者同一般學生唔一樣，但係學校相信只要有合適嘅設計、清晰嘅步驟同適切嘅支援，佢哋一樣可以觀察、探索、合作，甚至解決生活入面嘅問題。而 STEAM 教學正正係一個讓學生被看見、被相信，並一步一步實踐以上目標嘅舞台。所以學校成立 STEAM 核心小組，由小組統籌同有系統咁推動 STEAM 教學，其中包括跨科協作，將常識、數學、電腦、視藝、設計與科技以及科技與生活等不同嘅科目聯繫起嚟，讓學生喺同一課程架構下全方位咁建立知識同技能。由18年開始 ，STEAM 核心小組每年都以不同主題延續 STEAM 學習，主題包括空氣、水、電、機械、紙飛機，再到水火箭。學生透過動手做、測試、改良，學到嘅唔單止係 STEAM 概念，仲有協作、表達、堅持同解難。STEAM 核心小組認為，學習唔只係留喺課室，學校透過家校合作，讓學生將研習帶返屋企，亦善用社區資源，帶學生走出去觀察世界。同時 ，STEAM 核心小組將校本經驗同業界分享，為特殊教育界推動 STEAM 作出貢獻。多年嘅付出，近年亦逐步得到肯定。由優秀教師選舉教育管理組，到優質教育基金成果短片創作比賽，再到大灣區 STEAM 卓越獎。最近我哋仲好榮幸獲得 STEAM 教育組別嘅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。呢啲獎項唔只係榮譽，更加係對全校團隊、學生同家長共同努力嘅肯定。展望未來，學校會繼續以 STEAM 作為舞台，讓每一位學生都可以探索、創造同學習，喺自己能力入面發光發亮。多謝大家。我係林國偉，我喺教育界咧已經服務咗20幾年㗎啦。離開這一刻，感覺不會忘記。朋友抱擁告別，明天各自遠飛。難得並沒傷感，依依不捨顧慮。重拾昨天，樂趣一堆。曾經每一天相約找美麗去陶醉，美的故事互相勉勵去追。曾經望着天空一起哭泣似睡，臨別說起亦笑相對。
聚，未曾重遇以前，要珍惜愛自己，在最好時刻分離，不要流眼淚，就承諾在某年某一天某地點再見。校長，祝你身體健康，天天開心。多謝你接受訪問。多謝你。自2003年開始，學校同百佳超級市場都有合作計劃，俾機會同學喺和富中心嘅超級市場入面實習。我哋依家一齊睇下今年培訓同學佢哋實習時嘅片段。做什麼都不被看好，自問資質不算高，但亦有自己相信的事，仍想去做。哪個可以給我什麼法寶，能一朝得志免受煎熬？我也很想可被看到，用盡努力，但求要你替我感到驕傲。可在親友面前提到，亦不會像從前那般吞吐。曾經想過活着到底為什麼，平凡人那麼多，多了我這麼一個。然而是說再見沒有勇氣，或是我暗裏卻拼命相信，誰都可發光，只要找對地方，誰人都可發光，讓我熱情依然未乾。成敗與否看我是怎麼看，從來沒標準答案，不要活埋在世俗眼光，重拾自信讓我做我的主角。今年同學除咗去超級市場實習外，仲去咗由保良局同香港廉政公署合作營運嘅首間咖啡廳1974進行實習，一齊睇下今年培訓同學佢哋實習時嘅片段。做什麼都不被看好，自問資質不算高，但亦有自己相信的事，仍想去做。哪個可以給我什麼法寶，能一朝得志免受煎熬？我也很想可被看到，用盡努力，但求要你替我感到驕傲。可在親友面前提到，亦不會像從前那般吞吐。曾經想過活着到底為什麼，平凡人那麼多，多了我這麼一個。然而是說再見沒有勇氣，或是我暗裏卻拼命相信，誰都可發光。
誰人都可發光，讓我熱情依然未乾。成敗與否看我是怎麼看，從來沒標準答案，不要活埋在世俗眼光，重拾自信，讓我做我的主角。跟住落嚟係表演環節，第一套短片係音樂敲擊樂演奏表演，由本校音樂隊喺早前2026年香港花卉展覽特殊學校綜藝表演上為大眾演奏家傳戶曉嘅民歌《茉莉花》。表演係滾軸溜冰，喺今個學年，除咗有6位初小同學仔加入，一班舊隊員亦代表學校參加咗聯校滾軸溜冰比賽，仲憑住優秀嘅表現贏得咗唔少獎項。
特別鳴謝林校董，早前慷慨捐贈機械人俾學校，見到同學仔用機械人上堂都好開心，學習都特別投入。